歡迎收睇6點鐘新聞，我係吳怡婷，我係李卓文。先睇今日嘅新聞重點。政府同緊電視台代表開會傾奧運轉播，政府話會適度參與，解除溝通障礙。今屆立法會最後一日運作，但仲有多項政府議案未完成審議。北韓宣布大將袁永哲晉升做次帥，但未知係咪取代因病被解除職務嘅李英豪。詳細新聞內容。今日咧係今屆立法會會期最後一日，會議咧只能夠開到午夜嘅12點，但仍然有多項嘅政府議案仲喺度審議當中，預計咧大部分都可以順利通過㗎。係咁，有議員呢就總結今屆嘅工作，批評近幾個月因為拉布拖延會議時間，影響咗議會嘅運作。黃翠芝報導。成為全體委員會立法會會期最後一日，會議到今晚午夜12點就要結束，仲有10幾項嘅政府議案等待處理。有議員估計，除咗政府重組架構嘅議案外，其他都應該可以順利完成。暫時睇落嘅進度咧就仲可以嘅，咁當然啦，就可能之前咧有一啲難以估計嘅情況出現啦，咁但係今日咧，我哋都暫時都希望咧，仍然係12點鐘或之前咧就可以完成晒除咗最尾嗰一個嘅決議案之外咧，就其他嘅都可以處理得到嘅。過往喺會期最後一日，根據傳統都有議員提告別議案。但今屆會期時間緊迫，相信難以做到。有議員就批評議會變得政治化。咁我哋覺得即係呢啲咁嘅拉布啊，通過大量嘅修正嚟拖延嗰個會議啦。我哋覺得對於呢係個議會嚟講係冇乜建設性，冇乜意義嘅。雖然你話保障少數人嗰個發言嘅權利，但係咧已經去到個位呢，已經係。即係只係為拖延而拖延。但因為立法會有否決權啦，咁所以亦都成為一個政治角力嘅場所。咁我哋見到咧喺下半年咧，最近呢幾個月咧，立法會係變得非常政治化。有議員就認為政府要吸取經驗，並建議下屆要修改議事規則，防止有人濫用程序。如果仍然有政府議案未趕及喺會期完結前獲得通過，就要留待下屆立法會重新提交。而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就希望政府可以喺立法會休會期間做好政府架構重組嘅諮詢工作，減少爭議。亞洲電視記者黃翠芝報道。立法會會期即將結束，內務委員會同財委會先後總結今屆工作。內委會主席劉健儀認為行政立法關係較以往惡劣，期望下屆可以改善。再由黃翠芝報道。今屆立法會會期到咗尾聲，一次又一次嘅拉布同質疑特首誠信問題等，都令行政立法關係變差。內委會主席劉健儀形容係跌至谷底。響年初嘅時候咧，就出現咗傳媒報披露咗阿曾特首嗰個嘅有啲嘅佢嘅外遊啦，搭飛機、搭遊艇等等嘅活動，咁議員間就好大嘅意見，就阿梁振英先生新特首咧嗰個僭建嘅問題，可能呢一個事項都會係擾攘一段時間啦。究竟呢個會令我哋個行政立法關係會係再要唔係我頭先描述嘅谷底，再要錯一錯先，然後先至再尋求改善呢？定點呢？我就唔知。而4年之間亦換咗幾位政務司司長，要定期接觸佢哋嘅劉健儀同副主席李華明都有唔同嘅睇法。唐英年係官威十足咯，基本上係好站喺政府角度，好多嘢都會第一時間會即係擋住啊。林瑞麟其實無論大家對佢點樣嘅意見都好啦，咁我覺得佢係有誠意去解決問題。咁我希望林鄭比林瑞麟做得更好。另外，財委會主席劉慧卿總結工作時話，大部分嘅撥款申請都按規矩辦事，唯獨政府架構重組議案有爭議，希望政府能夠檢討。即係喺嗰個重組架構呢，我希望佢係吸取到嘅經驗，係如果佢要再嚟，佢真係吸納咗個意見，做完諮詢檢討，然後交翻去相關嘅事務委員會，你按翻嗰個規矩去做呢，就大家呢就會同你即係吵鬧嘅機會就希望降低。至於係咪需要修改財委會嘅議事規則，例如限制議員提問數目，劉慧卿就話應該留待下屆立法會處理。亞洲電視記者黃翠芝報道。
咁繼續立法會選舉系列報導，今日會講下幾個第一次參選嘅年輕政黨喺面對資源同知名度不足等問題，點樣諗盡辦法嚟宣傳㗎？由高祖兒講下。工黨成立只有半年，雖然有3名現屆立法會議員，但係承認市民對佢哋嘅認識唔夠，要突圍就要靠把口宣傳。可能俾人哋誤會咧，就淨係代表工人，而唔係代表整個社會。咁我哋要解釋翻呢一個都唔容易嘅。咁我哋冇錢賣廣告啦，冇蛇齋餅糭啦，咁所以咧接觸選民嘅渠道咧，可能都係比較局限。由民主黨分裂出嚟嘅新民主同盟就打民生牌，9人名單入邊包括8位區議員，以地區工作經驗嚟到打呢一場仗。派出呢個9名嘅候選人以9子年華形式嘅話咧，係好想強調我哋一啲紮實嘅地區工作係轉化為呢個嘅喺立法會選舉裏邊選票上面嘅支持。首次參加嘅仲有被形容為激進派嘅人民力量，佢哋希望喺選舉入邊俾選民知道，實際並非只係識得叫口號同抗議。嘅人民力量從來都唔係暴力嘅政黨嚟嘅，我哋係希望透過議會內嘅積極抗爭同埋議會外嘅街頭動員呢，係行一條新嘅民主道路。面對呢一啲新冒起嘅政團，第二次參選嘅社民連唔擔心被分薄票源。喺個抗爭裏邊又建立我哋自己嘅形象，我哋就係講真話、做實事，旗幟鮮明，為基層、為公義、為民主，反抗呢個唔合理嘅制度。佢哋話會繼續以抗爭嘅方式吸引基層同年輕選民。亞洲電視記者高祖兒報導。轉睇下倫敦奧運今個月27號開幕，有線寬頻仲未同2間免費電視台就播放奧運賽事達成共識。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下晝再約見3間電視台管理層磋商。局長蘇錦樑朝早話會適度參與解除電視台之間嘅溝通障礙。朱恩培報導。有線電視代表、港協暨奧委會會長霍震霆先後去到政府總部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開會。局長蘇錦樑朝早話，距離奧運開幕時間越嚟越緊迫，政府非常關注事態發展，正係透過香港奧委會代表了解國際奧委會嘅立場，政府將會適度參與。關於商業嘅呢啲嘅決定咧，同埋大家探討緊商業方面嗰個條款嘅時候咧，政府係唔適宜咧去加入呢一啲嘅討論嘅。咁但係喺呢啲溝通方面咧，我哋認為咧仲有好多個空間啦，可以幫大家咧係解除咗呢啲溝通方面嘅障礙。咁我覺得咧，政府嘅參與咧喺呢啲嘅層面裏邊嘅參與。有線寬頻今年初曾經表示，如果政府及時批出免費電視牌照，將會透過奇妙電視播放奧運賽事。奇妙電視5月發表聲明，批評政府拖延發牌審批。咁呢一個咧，同埋奧運呢個免費電視平台咧，係兩回事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咧亦都希望咧，3家嘅電視台喺奧運呢件事咧，能夠積極去處理，令到咧係市民呢一方面嘅期望咧，係能夠得到滿足嘅。根據國際奧委會嘅條款，取得播映權嘅有線寬頻需要將至少200小時奧運賽事安排喺免費電視播放。但有線同2間免費電視嘅商討一直未有共識。無線電視早前就向國際奧委會申請免費電視播映權，亞洲電視就曾經表示對同無線合作持積極態度。亞洲電視記者朱恩培報導。轉睇其他消息，正喺南沙嘅30艘海南省漁船，琴日喺永暑礁捕撈收穫唔理想，今晚將會改道去南沙主碧礁繼續捕撈工作。而海南亦都積極籌組三沙市政權，進一步確立喺南海嘅主權。姚潤發報導。海南省漁船尋晚首次喺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展開圍網捕撈，夜晚8點幾到達水深1000幾米嘅海域，靠船上嘅大光燈揾到魚群。船長同漁民都係憑經驗喺認為適當嘅地方落網，再慢慢收返嚟。但第一網嘅收穫並唔係咁好。不知道怎麼搞的，從來都沒有這樣嘅，不知道運氣問題還是流水啊。
那個運氣有問題，就西南風太大，由於收穫較少，船隊計劃今日傍晚起航，改到主碧礁捕撈。呢次海南漁船到南海捕魚，被視為民間宣示主權。而為咗加強對南海嘅管理，海南省第4屆人大常委會以44票全數通過成立三沙市人民代表大會籌備組，將會通過選舉選出60名代表，其中15名擔任人大常委會委員，亦會選出正副市長、法院院長同檢察院檢察長等。標誌住三沙市將會組成政權，並負責管轄同保護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南沙群島等附近海域。另外，較早前曾經到東海釣魚島海域嘅中國漁政204喺尋日朝返去上海。近期因為先後有漁政船進入釣魚島海域，再次引起中日就釣魚島主權爭議升溫。中方已經多次重申，漁政船係執行公務。預計漁政204經過整頓同休息，會再進行新一輪嘅護漁巡航任務。亞洲電視記者姚永發報道。北韓軍方高層再有人事變動，北韓宣布將大將袁永哲晉升為次帥，但未知係咪取代因病被解除職務嘅李英浩。再由姚永發報道。據北韓中央通訊社報導，北韓當局公佈授予北韓人民軍大將袁永哲次帥軍銜，成為4個次帥之一。而尋日俾軍方以健康理由解除一切職務嘅前人民軍總參謀長李英浩，亦擁有呢一個嘅稱號。但報道冇交代係咪由袁永哲取代李英浩。有分析認為，喺北韓軍階級結構推測，袁永哲好可能獲任命為北韓人民軍總參謀長。據南韓聯合通訊社報導，袁永哲喺02年晉升為中將，前年嘅9月，同現時嘅北韓領袖金正恩同金正日嘅妹妹金敬基獲提拔為大將。北韓當局對佢有高度評價，指佢對北韓防務有莫大貢獻，喺今年嘅2月更加授予佢金正日勳章。另外，對於李英浩解除職務一事，南韓政府消息人士認為，咁樣做係為咗鞏固金正恩體制嘅權力，而展現嘅一次內部肅清活動。金正恩好可能計劃以親信為中心重組軍部。亞洲電視記者姚潤發報道。陣間翻嚟會報道。員工薪酬成本高，令到提供平安鐘服務嘅社企首次虧損。敘利亞政府軍繼續清剿反對派，喺首都大馬士革加強鎮壓。繼續新聞時間，行政長官梁振英提出成立社會企業發展基金，透過貸款支援社企發展。佢哋發展面對啲咩問題呢？係啊，嗱，好似咧全港其中一間最大嘅社企提供平安鐘服務嘅長者安居服務協會，近10年首次虧損。其中個原因呢，就係佢哋要用貼近市場水平嘅薪酬嚟招請員工，拉高咗成本。鄧俊輝講下。多謝晒台長啦！咁請問而家近8萬人用緊長者安居服務協會嘅平安鐘服務，呼喚中心呢一度平均每日收到2000幾個求助。雖然多咗人用，但協會喺上個財政年度錄得虧損幾十萬蚊，預計今個年度會持續。原因之一係競爭，因為而家市面最少有8間機構提供緊平安鐘服務。我係一個社企之餘呢。我哋係脫離唔到嗰個即係市場嗰個運作嘅一啲定律嘅，咁所以當競爭對手越嚟越多嘅時候呢，我可唔可以讓一讓我哋啊？唔好同我哋競爭啊！呢件事情唔會發生。服務嘅人多咗，亦要請多啲員工，但係撳得平安鐘嘅人都需要即時支援。機構要請識得處理嘅員工唔容易，要用貼近市場水平嘅薪酬嚟請人。又要醒目，又要機警，又要有經驗，又要有愛心，又要有耐性。咁其實即係一見到咁樣嘅狀況嘅時候，我相信大家都會想像到，其實唔容易去揾到。一般正常都係講緊貼近，個相差唔會超過話喺10%以內。社企總會就認為人工同埋租金都窒礙社企發展，希望政府帶頭支援社企。咩叫市場租值就係最定嘅喎？唔一定噶嘛，係咪？咁你可以有一啲，譬如話喺啲公營嘅機構裏邊有啲嘅必定嘅時候嚇，你可以唔係話你價高就一定得嘅喎。佢建議政府參考而家協助中小企推廣品牌嘅方式，幫社企打造形象，提升吸引力。亞洲電視記者鄧俊輝報道。
行政長官梁振英琴日宣布推出長者生活津貼，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話：生活津貼係長遠政策，但因為要提升電腦系統，難以再提前推行。朱恩培報導。張建宗話：每個月2200蚊嘅長者生活津貼並非一次過措施，會持續推行。呢個正正咧就係一個新嘅支柱咧，我哋解決咗我哋嘅深層次矛盾嘅其中一個環節，就係嗰啲清貧嘅長者嘅養老問題。我哋如果你攞到呢個津貼能夠做得好嘅話咧，40幾萬長者受惠嘅話咧，係對香港嘅社會穩定同埋對於老人家嘅安老咧起咗一個重要嘅作用。佢話：出年年初推出津貼，唔能夠再提前。除咗因為要等新一屆立法會財委會撥款，仲有技術問題。喺電腦方面呢，個軟件呢又要寫軟件啦，同埋要提升44萬呢就係70歲以上嘅，而好多呢係早期入咗去，我哋都唔知佢而家資產係全部冇人知㗎啦已經。咁但係咁呢啲資料要申報㗎嘛，申報過程入邊我哋要處理。佢又提醒長者唔能夠享有雙重福利，如果選擇長者生活津貼，就唔能夠再領取每個月1090蚊嘅生果金。亞洲電視記者朱恩培報導。入境處首次發現有內地跨境司機駕駛白牌車接載旅客嚟香港，以違反逗留條件檢控並且入罪，司機被判入獄3個月同埋罰款3000蚊。林永文報導。案中43歲嘅內地跨境司機年初起經營白牌車，接載乘客由深圳嚟香港，每次收500至到550蚊。佢3月接載一個內地孕婦，打算經皇崗嚟香港，但係司機知道香港打經內地孕婦闖關，擔心有麻煩，喺皇崗口岸擺低孕婦。一名冇預約分娩嘅內地孕婦步行去到港方嘅落馬洲管制站，被入境處職員拒絕入境，孕婦最終喺管制站裏面生咗個男嬰。男司機2日之後再開白牌車接載外地遊客，經深圳灣口岸入境嘅時候被入境處人員拘捕。佢被控違反逗留條件，星期2喺沙田裁判法院被判入獄3個月。至於經營白牌車就罰3000蚊。我哋管制站嘅同事咧，已經加強咗呢方面嘅執法，特別留意即係有孕婦過關呢個問題啦。我哋會喺衛生署嘅同事底下啦，有需要咧係會查核下佢現時嗰個新人嘅情況係點啦，同埋睇下佢喺香港有冇呢個分娩嘅預約啦。至於呢一名內地孕婦嘅丈夫，因為喺過關嘅時候訛稱太太只係過境香港，並非嚟香港生仔，亦都被入境處落案，控告提供虛假資料，法庭正係排期處理。根據醫管局數字，今年2月起，內地孕婦衝急症室嘅個案維持喺雙位數，上個月有47宗。亞洲電視記者林美文報導。監警會話收到投訴，涉及警方用胡椒噴霧同記者提問6、4問題，跟住就被警員帶走。嚴重投訴委員會跟進調查。曾廣業報導。國家主席胡錦濤喺訪港期間，有記者提出有關6、4問題之後，被警員帶走。喺上個月30號晚，警方喺港灣道用水罵咗架遊行團體，又施放大支裝嘅胡椒噴霧。事後監警會收到有關2宗事件嘅投訴，已經轉介嚴重投訴委員會調查，目前正係等待警方提供資料。佢哋使用呢啲大支裝胡椒噴霧嗰個指引會唔會有唔同啊？使用水罵嗰個指引又係點樣啊？咁呢方面呢，警方呢都係會提交資料俾我哋嘅，不過我哋仲等緊。民陣約見監警會、記協、攝影記者協會等多個組織，亦都一齊參與見面，討論警方喺6月30號示威同埋7·1遊行嘅安排。民陣擔心大支裝胡椒噴霧已經成為警隊嘅常規裝備。咁警方係必須要交代佢安排嘅理由，佢即係點解會使用唔同嘅設備，佢點解即係會用嗰個嘅武力即係去對付示威者。呢個唔係要等待監警會嘅發掘，係你黎棟國同埋你曾偉雄係應該主動即係提交所有嘅資料向公眾解釋。監警會話會盡快處理投訴，爭取喺下次再有大型遊行之前完成調查，並且提出結論同埋建議。亞洲電視記者曾廣業報道。西營盤東邊街又再發生貨車留後意外，一架發生故障嘅貨車喺斜路留後撞入一間地產鋪，冇人受傷。
懷疑失控留後嘅密斗貨車，車尾陷咗去鋪裏邊，櫥窗玻璃碎裂。事發喺下晝大概3點鐘，一部貨車沿住東邊街上斜，期間懷疑因為機件故障留後撞向東邊街同第一街交界嘅一間地產鋪，鋪頭裏邊3個人及時逃出。東邊街斜路近期發生多次留後嘅意外，大約3個月前，一部吊臂車喺東邊街斜路拖車嘅時候失控留後，鏟上行人路，導致1死2傷。陣間翻嚟會報道，首隻 A 股 ETF 今日掛牌，但有市場人士話散戶掌握嘅資料唔夠，呼籲要謹慎。書展聽日就開幕啦，預計今年入場嘅人次會多過舊年。翻嚟新聞時間，本港第一隻直接投資內地 A 股嘅交易所買賣基金，即係 A 股 ETF 今日掛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話將有助內地同本港嘅資金交流。係咁，但有市場人士就認為今次嘅宣傳唔夠，加上內地股市仍然有下跌嘅壓力，投資者要衡量當中嘅風險。林子彤報導。全港第一隻 A 股 ETF 登場，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話：有助內地同埋本港嘅資金更加緊密交流。咁呢一隻咧係實物嘅 ETF， 本身嚟講個風險咧更加係可控啦，同埋咧更加係亦都係符合到我哋話點樣有將香港同埋內地市場互相互通、互聯互通嘅體現。不過有市場人士就提醒，本港嘅散戶難以掌握內地市場嘅資料，加上深滬股市嘅壓力未除，入市之前要衡量風險。咁我覺得投資者嚟睇嘅話咧，就都係仍然都要比較少少咧戒心啊。咁再加上嚟睇嘅話咧，亦都睇到咧頭先所講咧 A 股嘅市場咧未來咧都仲有個下行嘅風險嘅。咁如果而家買咗嘅話咧，亦都係冇做任何其他嘅對沖嘅話咧，咁咧就會有機會輸錢嘅咧，機會比較大啲嘅。今次嘅 A 股 ETF 喺掛牌之前只係接受機構投資者認購，散戶要喺掛牌之後先至可以喺二手市場參與買賣。如果投資者以開市價24.9人民幣買入，以收市價24.2人民幣計，唔計手續費，單日每手帳面蝕140蚊。而 A 股 ETF 掛牌對港股冇影響，恒生指數連升第3日，市場憧憬美國聯儲局會推出第3輪量化寬鬆措施，恒指一度升近360點，收市就升333點，報19,455點，不過成交就只有426億。匯控牽涉洗黑錢活動，股價未受影響，收市升超過1%。中資金融股亦都做好，中國人壽同埋平保升超過3%。本地地產股跑贏大市，長實重返紅底股行列，收市升超過4%。順治同埋恒隆地產亦都升超過3%。亞洲電視記者林子彤報道。政府放寬月入3萬蚊以下嘅首次置業家庭，出年可以用白表免補地價購買二手居屋，有二手居屋嘅叫價即時上升1-2成。有市場人士就估計下半年嘅二手居屋成交會比上半年增加1成。麥永報導。政府容許白表申請人免補地價購買二手居屋，但係首次置業人士未必可以買平樓，因為措施已經即時推高二手居屋叫價。有未補地價嘅居屋業主已經將800幾平方尺嘅單位加價28萬放售，加幅大約7%。尋日嗰個梁振英個消息出咗之後咧，你而家個價錢咧係咪仲係放緊390萬啊？唔係啦，要放翻高少少啦。高少少大約咩價錢度咧？我諗啊，418試下先啦。418，哦，係點解咧？點解啊？依家好似都你有啲行家都打電話嚟，好似又多翻啲客啊嘛，係嘛？其實呢個加幅已經唔算大，有地產代理話個別二手居屋業主更加加價超過1成。消息出咗之後咧，其實大部分咧嘅業主咧都係一面倒係向好嘅。咁個別業主更加係索性封盤添啦。咁就算唔封盤嘅話咧，其實大部分業主咧其實喺個價錢方面咧都會上調咗大約15%或者以上嘅。而家市場上大約有25萬個居屋單位未補地價，相比私人住宅市場，二手居屋交投相對淡靜。有市場人士表示，新措施有助加快居屋準買家入市步伐。短期內會刺激成交量上升，相信咧喺短期裡面咧都可能刺激到一啲原本係諗住入市嗰啲買家咧，特別係講緊二手居屋方面未補地價嗰啲，可能加快咗
佢哋做呢個決定呢？因為始終嚟講，將來嚟講呢，即係多咗幾千個嘅需求呢，咁就可能當時嚟講，可能會比較多人入翻呢個市場。佢又預料今年下半年居屋交投會達到4000宗左右，比上半年增加超過1成。亞洲電視記者麥永報導。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公布最新民調結果，行政長官梁振英評分回升2.7分到54分。3位司長當中，以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嘅評分最高。調查喺7月1號新班子上任同7·1遊行之後進行，訪問咗1000名市民。行政長官梁振英嘅評分係54分，比上任前嘅51.3分上升咗2.7分。支持率係45%，反對率係41%，民望正值正4個百分點。而3位司長方面，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嘅評分最高，達到64.3分。續任財政司司長嘅曾俊華評分係56.5分，同佢喺舊班子嘅得分比較，升咗3.6分。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嘅評分係3司中最低，只係得49.2分。問責局長方面，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支持率最高，達到70%，排第2同第3嘅分別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同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喺調查進行時，仲未因為租津事件宣布辭職嘅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支持率只係得22%，喺12名局長中包尾。另外，反映對特區政府整體管治評價嘅民情指數只係得92.7分，低於代表正常嘅100分。立法會議員馮檢基即時辭任平等機會委員會委員。馮檢基喺辭職函件當中話不滿平機會主席林煥光兼任行政會議召集人，認為會有角色衝突，破壞平機會嘅獨立性，立下極壞嘅先例。1年1度嘅書展啦，聽日起1連7日喺灣仔會展中心舉行，預計今年嘅入場人數會高於舊年嘅95萬人次。係啊，由於電子書越嚟越普遍，大會特別為讀者分析性別同埋年齡，為佢哋推介合適嘅電子書㗎。李靜如講下。書展喺星期3揭幕，各個參展書商加緊佈置。大會連續第3年設置電子書區域，仲特別加設8部裝有面容辨識功能嘅電子書架。只要對住鏡頭笑一笑，電子書架就會分析讀者嘅年齡同性別。影完相之後呢個電子書架就會將讀者分成7個組別，再為佢哋介紹合適嘅書籍。組別涵蓋小朋友同老中青人士。好似小朋友就屬於快樂跳脫組，有200幾本兒童讀物可以揀。青少年就係前衛創新同敢愛敢行組，推介睇雜誌、旅遊等類別嘅書籍。成熟啲嘅人同長者亦都有啱嘅書。透過睇下人嘅面容，幫大家睇下相嚇，覺得你文質彬彬嘅話呢，都介紹一啲呢係比較文學性高啲嘅作品俾你哋。咁但係如果發覺大家係你都係係好好動嘅，咁都介紹一啲有關運動方面嘅書俾你哋咁樣。發現大家嘅面色好好呢，可能係啲養生嘅書都未定。咁所以咧就我呢個係業界咧建議。今屆書展有嚟自23個國家同地區，超過530間書商參展，會場設有2000幾個攤位，數目比舊年增加2%，亦都會舉辦350幾場文化活動。亞洲電視記者李靜如報導。首屆中學文憑試星期5放榜，有學生輔導機構話，唔少考生嘅心情緊張同擔憂，電話求助個案增加6到7成。由張玲報導。首屆文憑試有72000幾人報考，19歲嘅阿穎係其中一個。新課程已經令佢對考試成績冇信心，仲要同大約4萬名嘅高考考生競爭升學嘅機會，唔多唔少會有啲緊張啦。咁因為放榜，其實我哋都唔知出到嚟個成績會點，夠唔夠我哋入大學。咁因為之前都睇新聞啦，咁都其實能夠攞到最低標準3322嘅學生唔係好多，咁其實都擔心會唔會唔係嗰度嘅其中一個啦。
阿穎已經報讀副學士課程，亦都準備報讀高級文憑課程，但係佢對新藝進嘅課程就冇興趣。又或者如果新藝進就好似係又係你嘅 DSE 合格咁樣啦。咁其實我諗係真係好，即係其實對大部分嘅考生都冇乜作用，因為我諗大部分嘅考生都能夠合格嘅。學生輔導機構學友社亦都指出，聯招嘅資助學位課程有限，加上應屆高考同文憑試考生會同時競爭聯招以外嘅課程，學生求助個案舊年9月起不斷上升。今個學年一共收到400幾個文憑試考生嘅求助個案，較上一個學年高考生嘅求助個案多60幾。今年其實係第一年嘅4年制大學嘅學制嘛，咁所以咧好多同學其實由於冇一個大學嘅過往入學收生要求嘅數字啦，咁所以咧佢就唔知道點揀。學友社已經設立38條放榜輔導熱線，亦都會提供面談諮詢服務、網上資訊查詢等等，支援文憑試嘅考生。亞洲電視記者張玲報導。身兼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嘅自由黨主席劉健儀話：民運人士李旺陽嘅死因報告疑點重重，包括點解迅速火化遺體，以及李旺陽失明點樣自行上吊等等。佢已經透過中聯辦轉介信件俾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要求中央介入調查。李旺陽先生呢件事呢，係影響得到國家嘅形象，同埋係港人對內地法治嘅信心嘅。我哋唔係介入內地嘅事項，因為香港係內地嘅一部分。咁我哋作為香港人對內地發生一啲事，表達我哋一啲嘅憂慮。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正常嘅一個反應。世貿組織專家組初步裁定，中國銀聯壟斷某類型以人民幣計價嘅電子付款服務，意味中國將會面臨開放市場嘅壓力。而商務部嘅發言人就對部分裁決表示保留，而按照世貿嘅程序，中國可以喺1個月內提出上訴。駐北京記者施樂秋報導。中國要求所有信用卡等支付卡嘅處理設備要同中國銀聯嘅系統一致，支付卡要用人民幣計價交易嘅話，全部都要有銀聯嘅標識。美國認為壟斷，向世貿投訴。舊年世貿成立專家組調查，世貿專家組裁定銀聯嘅做法壟斷，違反中國入世時嘅承諾。商務部發言人沈丹陽表示保留。但是專家組認定涉案的電子支付服務屬於中方加入世貿組織時承諾提開放的所有支付和匯劃服務，中方對此持保留意見。商務部亦都認為呢一個係屬於結算嘅業務，中國喺入世嘅時候並冇承諾開放。對於專家組同時駁回部分美國嘅指控，裁定涉案措施冇禁止外國服務提供商可以進入中國市場。沈丹陽表示歡迎，又話會認真評估報告，會按照程序做好案件嘅後續工作。按照世貿嘅程序，中國可以喺1個月之內提出上訴，預計喺今年之內會有最終裁決。自中國入世以嚟，中美雙方透過世貿嘅爭端解決機制，互相起訴嘅案件有20宗，當中有9宗仍然進行緊。被問到中美雙方係咪進行貿易戰，沈丹陽就話：中方向世貿提起嘅訴訟係行使世貿成員嘅權利，堅決維護中國產業合法利益嘅正當行動。亞洲電視駐北京記者施樂秋報道。內地中南部水災持續，其中一個重災區貴州暴雨已經造成最少11人死亡、3人失蹤，近8萬個居民要緊急轉移。實習記者鄭永儀講下。喺貴州，部分地區雨勢減弱，但連場大雨造成嚴重水浸，洪水至今仍然冇辦法退去，道路同埋田地被淹，唔少平房1樓被浸，有居民喺屋頂等待救援。喺都雲市，受災最嚴重嘅海口鎮，成個城鎮被洪水淹沒，積水最深處達到13米，3000幾個居民被困，需要由救援人員救出，轉移至安全地方暫避。而喺平塘縣，暴雨造成洪峰，峰值達到700幾米，係有紀錄以嚟最強，部分道路積水達到4米，車輛被浸，2萬幾個住喺低洼地區嘅民眾需要撤離。暴雨亦令多處地方大範圍停電，亦有部分公路路段塌方，交通受阻，當局派員搶修。洪水至今造成嘅破壞，令貴州有44個縣市受災，至少5800間房屋，近114萬人受影響。
亞洲電視記者鄭穎儀報導。敘利亞政府軍逐步加大對首都大馬士革嘅鎮壓力度，清剿反對派，造成大約30人死傷。